南京話呢個社會主義求一個鬼故事嗬，是網友正式都被堵到嘅，而調教佢呢，都這種在社會主義求下邊呢，而且亦做了起來，每日就出個到車禍是吧？挨摩呢就開車擺個，挨摩呢那不就開車路嘢路個戶，或者這個車禍比較多掉呢，多一條主義求邊啦嗬。當時好多人就個戶個條流啦，幫人鎖定住啊，或者是個吹酒呢開車嘅，差不多是個貴族啊，等面啊嗬。將錢虧哦嗬，吹酒呢就冇使開車就冇吹酒呢冇使到看。呢個故事呢是發生喺18讀初一後，人從讀初一開始講，而讀初一後呢後呢身體呢就比較不適合，可能有呢個貧苦嘅，跟住每晚開腳呢好像啊ทั้ง老粗仲糟糕，一來坐頭仲又會開腳，拍掌食冇好。一個人呢，佢食藥呢食冇好，如果從下只開數呢，一身體各方面就冇啊跌個元氣啊對，一嚟打車呢只人拿頭撥啊，咁樣就個把船啊嗰個嗬，然後呢一個呢狗啊，即係對人家ทั้ง面啊嗬，就哭個，而家這個弄啊，可能就是有了上面啊ทั้ง面啊嗬，後來呢就大個梅。一個人呢就大佢一垂低頭佢冇有做拗呢，能夠垂低頭就跟一個弄啊，能烏龜能保護路一件事呢，冇覺得貴嘢就好啦，後來就對個處，而對個處做拗呢，因為疫情前是做一個忙咗一個觀光客位度，打有廣島度，然後亦都忙中呢是客咗一家觀光是客咗位咗，然後呢打廣島都一頭嚟下啲腰上強、左上強、腰上強，然後買頭嘅。買頭嘅做拗呢，人哋卡到之後做拗，而啲車起嚟個做拗呢，而一個白貴嘢個啲慢慢學，佢引起呢個佢就加上能夠有咁巧個，只不過就係可能上面曲啲仔嘅橋呢個過聲啊嗱嗬，一件事呢就推過啦，然後到讀初二，也就是廿個學期呢配我對二嘅星期一後，而呢只咁一個等我。打當下都被搶，打當下都社會主義被搶霸個，呢條搶嘅丁龍下丁啊，不是一丁嘅升到期到 B 咯，是吧？內部嘅咯嘅收期哦，一個呢，而且嘅等我呢，就見人丟湖下嘅油呢，淨係是當時嗬，見到人丟湖已經慢啦。一個人已經慢能夠背了呢，因為能跳了，能背負咗你會當然就建議到掛，但是你可能跳不啊掛到去那方面啦吼，我不能可能不理一個，然後你啊整啲啊當，一個喲哇，下個你話就冇個話冇嘅聲冇嘅鬼，人放嘅鬼音樂個自己個打那上來咯，跟住冇能字是吧？後邊呢18呢只也聽呢種講有影響啊，好多你等起來然後一個呢只也跳就放啊鬼音樂可以跳咯，放啊ทั้ง但係你放很恐怖音樂然後一個人你放啊就掛了，主要就是講咁講啊鬼口有時樣，後邊然後呢一跳咗就掛，主要就覺得冇啱，因為能打當下你其實冇打到話咩嘅，然後突然間當下仲會做結束個。一個結束個做拗呢就中啲條路咯，嘅話歐要躲都歐要躲好搞啊！呢人就個條路咯，條路會能死喎。然後呢就慢慢尿啊抽牙咗，那冷嘅車落嚟，那是而家嘅檔案呢也就只個半輩就可以行，呢啲也就只慢到一個。如果半輩呢，吼那死啦吧就冇成路背後都挨冇做把死個，反正哇就呢把就冇成，我都未知個好半輩嘅，然後呢，而家嘅18呢，這個有都冇過啦，一啲都奇怪，一當時突然間嘅減咩，是不是真正多啦上面啊嗬？下個呢只啊就只大關都烏里啦上面個嚟把你挨住一起啊上面啊嗬，然後還有個冇過啦一啲咁朋友即想掛我冇掛到吧，下個呢就掛卡條對啦，當時就冇在啦嗬，如果冇咩一個就睇一查出嚟個做拗呢。拖打車個成億撞一擺咗人啦嗬，然後呢，個18呢就多嘅最奇位，一記嘅有爬過嚟，拖尿難咯。當時呢，而呢一擘撞呢就記嘅面一擘出現勁啊，發光啊有咁，佢只個擘燈下定起嚟啊，就是個部上嘅質上難點講啊，呢個咁白咗成個有咁，佢就我下嘅面燈下呢有退對個。然後下個面呢燒啊嘅，等下鏡一個開下就前這個鏡開下就，
為佢係當時呢只部感覺就是好米啦吼，為攞嘅呢只記一個米啦，就係夾啦，夾住後呢如果又都要啦，呢個事啦三個，你咪有記一個米個最就怕嘅，或者要學記啊，學嘅好難啊，等咩啊吼，整個模都顯真是挺怪嘅，人就從打車路過啊，拖路過啊最奇怪就有舊顯得大記一米怕嘅是吧？冇使過送回啦，有啲啊就跟你講啦，係個哈。為對個錯住後呢，一個規下呢，一卡定係醬端呢度掉，而當時呢就是冇少到傷害咗你哦。為呢可以驗啊，等咩啊，就見人檢查，能夠冇上到谷嗰啲哦，可能是掹咗嗰啲就撲咗，撲計星期呢，就要殺個，一個殺個之後呢，而就過後呢，攞你老腿呢就要刮落嚟，一個刮到你刮骨折嗰啲哦，如果幾個老腿啊刮啲骨折個是吧？為呢而就佢說。也或是哦，一睇啊聽這種節話嘅佢也種戇嘅吼，就是個一入半半啊，就是個鬼無了啲困啊，一個鬼了啦就再死人啊吼，然後呢就考監檢查佢，一個呢實病呢也佢個惡嘅啊吼，啲其他情況啲每個弄個都加都不嚟個冇加啦，為呢而嘅佢下呢冇加過嘅人呢聽個個社會主義求都係ทั้ง鬼，然後呢是實病嘅人呢個依啊。阿爸可能哈倫佢社會主義橋，然後而中都俾個送回，一個人呢班可能打一場都掛個社會主義橋呢，然後一記對應撞一把一記啊追橋啊後嘅咪頭爬咗嚟，後尾就變咗樣個一個人呢啲技術啲招佢梅，能夠規定就前個個部中中能規個，這個人呢佢梅能夠講啦哦，能夠人家咪啊勁嘅就都部中中人，人家就再試如果，但是呢，能當下後就再能試啦，是因為。有嘅保護實驗做下擺能冇做到能，所以個路一件弄呢，啲冇咪保護到你，顯但呢人啲鏡對嚟引起就比較大，為呢人呢向人殺戶啊，ทั้ง疏戶啊嚟刮嘅貴州，為弄呢一看啊慢慢佢數變好個，跟住一個殺病呢，已經半就是咁講一痛嘅人，就是個烏光講對以前就保護到你，那冇呢當慢嗰啲啊，再攞嘅事啦，通嘅也個個是冇咯。結果人家嘅咪佢就怕佢就靠喺內攞做債呢，一個實病麥等下變檢，你唔講是公共做成嘅人喺咪一件一睇咗，一個人呢是下嘅弄嘅引起就比較大，冇咪保護時間都嚟只件嘅對佢錯，再即壞事，就再戇嗰個咁樣難看。一個說呢就半向夠嘢，認為呢調教就調夠嘢，那本個都不能會正式鬼故事嘅呢可以去嘗試發幾把咱雖然講呢本個冇成一個貴啊成啊，一聽面呢等陣你咁重一個面通流行拜拜。